港人平日返工咁忙，如果我哋唔好好保養自己身體嘅話咧，就會好容易做到腰酸、頸緊、膊痛。如果要避免呢啲問題，大家不妨跟我做一啲簡單嘅伸展運動啊！不過喺做運動之前，我哋首先需要了解自己嘅身體狀況。如果懷疑健康出現咗問題而覺得唔舒服，我哋可以先睇咗醫生，攞咗專業意見，再去決定咧做唔做呢啲運動。由於每個人嘅體力都唔一樣，所以我哋要量力而為，千祈唔好過量啊！以下所介紹呢套嘅伸展運動，既簡單又方便，就算平日喺工作間入邊，只要有足夠嘅活動空間就可以做㗎啦。而如果大家能夠經常做呢啲運動咧，仲可以有效咁減低患上筋肌勞損機會添。好，首先我哋就由頸部運動開始。頸部運動第一式，眼望前面，耷低頭，維持5秒，返原本嘅姿勢，將頭慢慢向後昂，維持5秒，返原本嘅姿勢，重複以上嘅動作5次。垂低膊頭，頭向左側，左手輕輕將頭向左拉，維持5秒，然後放鬆，頭側向右邊做同樣嘅動作，維持5秒，重複以上動作5次。第三式，眼望前面，然後頭轉向左邊，維持5秒，返原本嘅姿勢，頭轉向右邊做同樣嘅動作，維持5秒，重複以上動作5次。跟住我哋會做上背同肩部運動。第一式，膊頭向後打圈10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跟住膊頭向前打圈10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第二式，雙臂向旁邊提高至水平線，手踭屈曲成90度，手踭向後拉盡，挺胸同埋深深吸氣，維持5秒。注意腰部要挺直，唔好過度後仰。呼氣嘅時候，兩前臂合緊喺胸前，重複以上動作5次。第三式，左手放喺右肩上面，右手將左手手踭拉向胸前，維持5秒，然後放鬆。右手放喺左肩上面，左手拉右手手踭做同樣嘅動作，重複以上動作5次。第四式，雙臂向側，由下向上慢慢提高至膊頭高度，然後雙臂再向上伸展，盡量挺胸同埋深深吸氣，維持5秒。之後再放鬆呼氣，再將手放低至到腿側，重複以上動作10次。跟住落嚟到上肢運動咯。上肢運動第一式，右手屈曲放喺頭後邊，左手輕輕將右手手踭向左拉，維持5秒，然後放鬆，轉換左手，再做同樣嘅動作，維持5秒，重複以上動作5次。
第二式，雙手手指盡量伸展5至10秒，慢慢放鬆雙手，再跟住緊握拳頭5至10秒，然後放鬆，重複以上動作10次。第三式，右手伸直，手掌向前，左手將右手手掌輕輕向後拉，維持5秒，然後放鬆，保持右手伸直，手背向前，左手將右手輕輕向後拉，維持5秒，然後放鬆，換手再做以上嘅動作。重複以上動作5次。第四式，雙手手指互相對住，擴展拇指同食指之間嘅撲位，雙手手指盡量互相貼近，維持5秒，然後放鬆，重複以上動作5次。第五式，旋轉拇指10次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然後以相反方向再旋轉10次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換手再做以上嘅動作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再以相反方向重複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做完上半身嘅運動啦，不如我哋先飲杯水，唞一唞，跟住翻嚟再做埋腰部運動啊！好啦，做完上半身嘅運動之後，相信大家都好想學埋腰部同下肢嘅運動。咁而家咧，我哋會由腰部做起。第一式，雙腳齊肩而立，雙手撳住後腰，上身慢慢向後仰，維持5秒，然後翻原本嘅姿勢，重複以上動作5次。第二式，雙腳齊肩而立，左手向上舉，右手叉腰，腰向右彎，維持5秒，翻原本姿勢，然後換手做同樣嘅動作，重複以上嘅動作5次。第三式，離牆大約30厘米，背牆而立，上身慢慢向右轉，直至雙手摸到個牆，維持5秒，然後翻原本姿勢，上身再轉向左邊做同樣嘅動作，重複以上動作5次。第四式，雙腳齊肩而立，手放腿前面，放鬆頸同雙臂肌肉，腰向前彎，手指尖盡量接觸腳尖，維持5秒，翻原本嘅站立姿勢，重複以上動作5次。最後就係下肢運動啦。第一式，左腳踏前，雙手扶住埲牆企，右腳伸直，腳趾指向前面，身體向前傾，腳踭唔好離地，伸展右小腿肌肉，維持10秒。換腳再做同樣嘅動作。重複以上動作5次。第二式，坐穩，雙腳平放地上，然後右腳向前伸直，保持水平嘅狀況，腳掌前後屈伸5次。1、2、3、4、5、
然後換腳再做同樣嘅動作5次。1、2、3、4、5。第3式，坐穩，遞高一隻腳，腳掌向外打圈10次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跟住腳掌向內打圈10次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換腳再做同樣嘅動作各10次。第4式，雙手扶住穩固嘅物件，雙腳腳踭提高，維持5秒，然後返自然嘅站立姿勢，重複以上動作20次。剛才我哋所做嘅伸展運動屬於比較靜態嘅一類。如果你覺得意猶未盡嘅話呢，一陣間就要同埋我一齊做以下嘅活力操啦。做完之後包你會覺得活力充沛啊！